兄弟平安。线顶的兄弟嘛平安哦。咱礼拜前来练2首诗，第一首是258首，咱请琴来甲咱弹全首吼。这首诗咱拢真熟吼，咱来唱第一节。来，请咱做声感谢上帝，听通全面到万世，圣行讲世世立圣会，救恩救人社会罪，上帝。耶稣为咱来受刑，咱来就以主能力行，到为阮当为开扬。这首诗作词吼，作词者我嘛毋捌看过哦，作词者叫做陈庆区陈琼居啊。这陈琼居教师啊，吼，教师，伊是1895年出世，哦，伊是台中大甲人，伊的夫人叫做庄珍珠，哦，这陈琼居呢，伊是伫淡水教会，伊是淡水教会长老，长期伫淡水中学咧教册。伊是教英文啦吼，教英文，因为伊捌留学吼。咱即本新圣诗呢，除了即首258首以外，伊阁有另外一首，就是35首，嘛是伊作词。即个35首是主我上帝至尊至大吼。即首258首，即首呢，伊的曲呢是克罗埃西亚。即个民歌啦吼，民歌落去改编的吼，所以咱来唱的是来了解即个代志。咱来唱第2节、第3节。第2节来，上帝圣会天马天，在你上帝建立耶稣圣会。我被上帝下教会，上帝圣会无论路远，我可记得主的恩，我可以了我的爱有一个主。第3节，本主点天。圣所，甘愿降世受加工，请求人类脱离死罪，因他的名，保护照顾，灾难好大家庭拢，主可保。咱过来吟第2首599首。这首诗真趣味吼，就是伫圣诗内面有写讲，这首诗是一个7岁细汉查某囡仔，伊破病的时，甲这个病魔咧征战，伊所写的这首诗，但是伊过当年8岁时，伊就过身。这个歌词真简单，无论伫什么时阵，伊的结论就是讲，
无论伫什物时阵，有耶稣的疼，有耶稣的疼，着信有耶稣的疼。即款足单纯的信心，对一个细汉查某囡仔来对咱来做勉励。希望咱嘛是共款，有即个遮尔单纯的信心，就是无论伫什物时阵，咱拢知影，咱拢相信有耶稣的疼。来。这首诗有敢若2站尔吼，咱来唱一遍。来，吟第1站来，无论伫什么时阵，无论伫什么时阵，唔通互苦难压起，也唔通悲伤失志，有耶稣的疼，有耶稣。真有耶稣的疼。第2站，无论伫什么境遇，无论伫什么境遇，仰望将来福气，主的事信用勇气，有耶稣。有耶稣的疼，因为有耶稣的，有耶稣的疼，有耶稣的疼，有耶稣的疼，因为有耶稣的疼。好，咱准备心来做礼拜。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，奉献袋拢有放伫椅仔的头前，那会当咱提前来准备来奉献。
会当用伊个将手机啊关机，还是迄个放咧震动，哦，大家小检查一下。请安静，咱用同心来敬拜上帝，祷告。所以，阮对当以后无照肉体捌人，虽然要照肉体捌基督，但以后无过安尼捌伊。所以，人若踮伫基督，就是做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当拢变成新的。三角内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58首。圣诗258首，请起立。叫咱做声感谢上帝，听他们
天灵圣所，感恩感谢受艰苦，拯救人类脱离死罪，因他情人接圣会，圣心秘境保护照顾，灾难后那家的路，得主卡布他你来行，高的稳当接天下。这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罗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，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。伊要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各个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各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用启应文第45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至圣者问：恁有甚物人亲像我？恁举目看天，是上主，伊调集万军，算因的少爷。因为伊有大气力，有大权能。雅各啊，你是安怎怨叹讲？以色列啊，你是安怎埋怨讲？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？伊袂野，伊嘛袂善。野善的人，伊互因有怨气。少年人拢会野善，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定心得到快乐，因为亲像鹰鸟体势飞悬。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是永远慈爱甲怜悯的天父，你诚做阮代代的帮赞，甲将来的愿望。你的创造是遐尼完美有特殊，互人大大的赞叹。你的救恩是遐尼的奥妙。透过救主耶稣十字架的功劳，互世间人会当因为安尼因信称义，得到永远活的生命。我嘛会当对圣经上帝话中间，会当清楚完整救恩的故事，甲未来的愿望。透过教会的生活，阮学习伫即个世间建立天国的样式。主啊！你的权能、信息、慈爱、怜悯，早早已经都拢向阮来显现。但是，阮伫世间的生活中间，常常受到即个世间黑暗势力的诱惑，不知不觉嘛犯了大错，而且深深陷伫其中，无法度来回头求主赦免。阮常常骄傲、贪心，啊，搁家己无发现、无反省。阮也常常伤害人，得罪你，
阮常常冷淡疑心，话话尊主最大，直到福音无法度宣扬，使命无法度来实践。恳求主怜悯，恳求主赏赐圣洁的神，甲阮今仔日的主日的礼拜三甲伫地，互阮每一个人伫现场，也是伫线顶直播的兄弟姊妹，拢有共款圣洁、谦卑、合一的心，一齐尊主最大，谦卑阿罗你的性命，用谦卑的心来听主的话，并且来实践你的旨意。恳求主赐福，阮上堂教会伫后礼拜的临时互会的联合礼拜中间的中级的选举，甲建筑师评选的这项事工，拢会当得到主你的保守、应允甲赐福。阮诚心排列以上的祈祷，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吟讲。
请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罗马书第7章14节到25节，记载伫176页到177页，台语版本。罗马书7章14节。因为咱知律法是属伫神的，若是我是属伫肉体的，已经袂去互罪恶。因为我所做的，家己毋知；因为我所得行的，毋是我所喜爱，反倒我所愿的。我去行伊，但我若行所毋爱的，我就是承认律法最好。安尼行伊的，但毋是我，是踮伫我心内的罪恶。因为我知我内面就是我肉体内无好之地，因为论迄个意爱，我就有；行迄个好，我就无。因为我所意爱的好，我无去行；我所毋爱的歹，反倒去行。独独我若行我所毋爱的，迄个得行的，但毋是我，是踮伫我内面的罪恶。安尼我就知一个方法，一个法，就是当我爱行好的时，歹甲我伫地。因为我照内心是欢喜上帝的律法，若是我看百体中有别个法，甲我心智的法相交战，掠我来降服百体内罪恶的法。苦啊！我的罪人，是罪要救我脱离这个至到死的体啊！感谢上帝，是对咱的主耶稣基督。安尼，我本身心智顺服上帝的法，用肉体顺服罪恶的法。请吴国通牧师讲道，题目是突破困境。各位咱上南教会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非常欢喜，会当代表咱圣经学院来大家来请安。下面我有一个影片要请咱大家做伙来看。咱学院伫每一学期规划课程，甲邀请的讲师，拢用祈祷的心，毋忘借这诚侪传教者的文约，伫草原无形的服侍中，通过上课，互牧会生活更加有活力，重新互受呼召的心有热情，互咱的身躯甲心神伫灵修甲进修了后，得着更新，将课程这个文约带动去教会分享，互教会正兄姐。做伙听做，伊伫即个时代变做有活命的。上过课的传教者捌安尼讲：感谢上帝，圣经学院提供的课程，互教会传教者得到真好的资源甲帮助。咱听到这话，是反映咱学院的课程毋但有理论，也有实践。除了每学期斟酌规划互传教者在职进修以外，咱学院也有基督教灵性课程的规划甲教学，对咱的总会到地方教会拢有实质的帮助。另外，咱学院也借着艺术，成做灵性形成的管道。每年圣诞节，大多数教会拢尽心尽力在布置，总是较无注重受难日也是过活节。咱圣经学院今年有特别设计一套。对受难日到过活节的布置，互会友通过这艺术品产生对信仰的想象力，对受苦甲过活更加有灵性的意义。咱学院借着合办的课程，丰富真理的学习以及灵命的更新。请
70年前对上帝来的听，感动美国加拿大的宣教师，阁有北美的教会兄弟的奉献，接起做咱圣经学院。宣教师甲台湾的同工做伙做工，互校园成做神圣的空间。建筑物充满基督的香味。咱学院全体会伫这个时代继续努力，亲像乳香的见证甲服侍。咱毋茫提供教会一个优质的教育场所，延续信仰的造就。虽然有受到疫情真大影响，又完无放弃每摆服侍机会。无论是教会或机构，需要同款的教育训练，就是提供圣徒组织敬拜的礼拜堂、团契小组办活动的空间，包括食甲大等等，都会当达到咱学院的理想甲目标。我愿意献工、献时间。你献金，这是咱教会真水的传统。邀请你为着圣经学院来关心代祷甲奉献，多谢。伫遮嘛要大家来报告吼。因为即几年咱知影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的圣经学院伫即个费用顶面，因为拢是一寡透过外面一寡来遮上课，也是讲来遮大的遮兄弟姊妹遮帮衬。即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圣经学院有足大的欠缺。伫遮嘛要来鼓励咱上人教会咱的兄弟，会当用咱的行动为咱的学院来代祷关心、支持、奉献。我相信咱每一个咱的兄弟所奉献的，拢会当见证上帝对学院的疼。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跳呢，主上帝，阮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。伫今仔早起时，求上帝你来开阮的目睭、心的目睭，互阮健康，阮所看的。今仔透过上帝的话语，会当成就阮的帮衬。祈祷感谢，是靠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我毋知影讲，咱逐个伫咱的内心内面，咱感觉滚夹过、挣扎。内心的滚夹，特别咱是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咱时常会伫咱的生活内面拄到一寡咱想袂到的挑战。这个时阵呢，咱的内心呢，就会直接滚夹挣扎。为什么会滚夹呢？因为一方面，咱会感觉讲，这代志应该是袂通做，但是碰拄到这个咱所面对的这个环境咱会有两个声音，到底要做歹做。比如讲，咱遮拢有人上，咱拢爱明仔载要上班上班有人开车桥倒歹。你若拄仔要到拄仔可能咱若8点半上班时间要到头前看到即个红灯车灯，若是讲迄个黄灯都几秒变红灯，咱会安那？咱的心内面讲咱应该停落来，但是呢，面对着即个环境，咱是讲就来看卖啊啦，安尼过较袂要紧无？咱会遮挣扎滚夹，是咱即摆咱有手机咱的手机有当时咱有一寡迄个影片，一寡咱想袂到的影片，一寡迄个广告，拢会引诱咱去看到一寡无好的物件。你敢会继续看落？是马上将你的手机关机？我相信，伫咱的生活内面有足侪，对咱来讲足侪挑战，足侪引诱。咱毋知影讲，咱要如何是好？今仔我的题目叫做突破困境。突破啥物呢？突破咱面对着一寡代志，咱毋知影到底是好还是歹。其实歹物件，咱拢会知影袂当做。上惊就是一寡灰色地带，你会伫遐丢拄，毋知要是如何是好。所以呢，今仔咱读到罗马书这段，保罗
保罗嘛是拄着类似的状况。保罗嘛拄着类似的状况。保罗拄什么状况呢？保罗伊拄着伊内心，伊嘛面对着甲咱共款。保罗嘛是人，伊嘛面对着一寡咱的无落去面对的挑战，特别是迄个伫咱的内心内面无落去抵抗的即个关卡，即款的挣扎。下面我要甲各位来分享，保罗透过咱今仔所读的这段经文内面，伊所面对的，伊所面对的挑战。为什么人会拄到困境？困境是如何来产生？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有啥物款的影响？以及上重要的是，咱要如何来脱离这个困境？下面第一，保罗讲啦，困境是因为人无法度来控制这个罪。人，咱人是无法控制这个罪，为什么？因为这罪带伫咱的内心。保罗发觉到，伊讲，伊感觉讲吼，为什么人无法度去遵守这个律法？伊讲，安尼呢？在做的我呢？伊讲内面做这代志，毋是我，是踮伫我的这个内面的罪所引起我罪。我相信保罗伫遮，伊毋是要故意来解释讲即个讨罪即个借口。伊是讲，伊是讲啦，伊讲，咱伫咱每一个人的内面，控制咱去做即个代志的即个势力，来解释讲家己会做的代志。迄个势力，迄个力量，是带伫咱内面的什么罪？这个罪就是属肉体。这个罪就是咱人的本性。罪是啥物？罪就是要来满足咱人这欲望的需要。比如讲，咱想要过较舒适的生活，过舒适的生活毋是毋对，但是你的舒适的生活愈过安那，人的肉体就愈软弱。因为咱的肉体拢要想安那，小可是拢免就是安尼。放互安尼烂，生活就安尼过就好啊。这款人的这内心的贪心就出现，人就安那愈来我都去满足咱人这内心的欲望。贪心，卖互咱人无法度去分辨这个好甲歹、善甲恶。有时阵。这个内心的贪，这个罪，互咱做出一寡咱无应该做的代志。这款的情形，就是保罗所讲的罪。保罗嘛知影这款的罪，伊讲面对罪的这个关卡挣扎，保罗认为罪上大的力量是啥？就是伊引诱人去做伊无应该做的代志。引诱人。去做伊无应该做代志，比如讲违背这个律法，违背咱的良心，去做一寡代志，罪引诱嘛，就是咱人，就是当有咱写咧做这代志时，咱的这罪引诱咱人的内心有足大的这个挣扎。什么挣扎是像我头一开始所讲的。咱到底毋知影该做还是无应该做，因为这款的时间，拢是伫咱内心内面一念之间。这款的关卡伫咱内心内面产生，有当时会紧张、会冲突、会混乱，上重要是安那，会不安。这就是咱内心、咱的生命所面对上痛苦的代志。就像保罗所讲的，伫遮所讲的，伊讲我有做好的这个。意愿，毋过呢，无做好的困难。我这脑内面、心内面知讲这毋对，但是我无迄个困难，所以爱好，上帝看的是好的，我无去做，无意爱歹，我颠倒去做。亲爱兄弟，保罗强调。伊讲罪的力量超过人自我会当所控制的状况，
即便是一个人当伊信主了后，当伊经历到耶稣基督救赎恩典了后，但是伊的生命内面，即个罪甲恩典会安冲突，即款的代志嘛发生伫保罗伊的生命内面。所以保罗伫遮讲，伊勉励咱每一个人，咱来靠着啥物？靠着信心的溃烂，伊靠着信心的溃烂，会当赢过咱内心即个罪。亲爱兄弟，保罗所经历的，嘛是咱每一人、每一个信主的人，咱会经历的代志。咱时常会当感受到这款的罪带伫咱的内面，这款肉体的罪对咱的影响。我举一个好啊，咱暗时拜五暗时，咱敢袂因为拜六要休困啊？拜五暗时，咱敢袂较晚困？安尼是毋是咱教会头前，迄个拉河夜市，你暗时敢袂想要食宵夜？你明明知讲这食宵夜会，互咱的身体会变大块，会对咱的身体造成负担。但是就是无食，就是困袂去啊！食了以后吼，内心啊啦，愈艰苦啊！想讲哇，你食了以后吼，这身材免哪变动诶。这就是类似的小可代志，罪所带来的咱的引诱，造成人的压力、困架、挣扎。所以咱只有安那，我靠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咱才可能脱离这个罪所产生的困境。所以保罗要来分享讲，伊发觉讲，哇，人为什么人有困境？困境是如何来产生的？困境是如何来产生的？困境是因为有这个善甲恶的这个征战。伊讲面对着两个法则，保罗讲，伊家己的心中有一个法则，就是伊来支配伊这个行为的法则。就亲像保罗所讲的，讲我想要做好的时阵，这个歹。来，我低调的，这款的力量伫伊心内面安那，不断伫安那，像这个拔河安尼游来游去。一个是顺服上帝，听上帝上神的这个溃烂，这款的溃烂，就是像保罗，咱知影保罗当伊伫大马士革，伫遐经历到耶稣基督信心对伊的生命改新的改阵，这款的溃烂，伊顺服上帝，但是另外一种的溃烂。就是互引诱伊犯罪的溃烂，这款的溃烂，就是保罗所讲的，这个恶的法则。这款的法则，互保罗伊的心内面时常伫安那，滚演来演去，拔河。亲下这，保罗讲出伊心内面面对着这个善甲恶这款两种的力量，伫伊心内面，伫伊心内面这款的。伫遮咧相拍的时阵，即款的滚架，我相信这嘛是咱每一个上帝囝儿，咱遮信主兄弟姊妹，咱所都拄着的困境。随便咱有当时咱就是咱讲啊，咱已经受洗了啊。圣经内面所讲的，咱是神创造的人，咱嘛是按照圣经原意伫各方面来照上帝，互咱的旨意去行。咱嘛愿意将上帝的标准，成做咱每一个人每一天好歹的标准。但是咱足紧就会体会到这个善甲恶的力量，这两款力量的这款的相拍，这款的罪的引诱，互咱人慢慢的离开上帝原本要祝福咱的道路。比如讲，咱会话写的食薰、啉酒、跋筊。咱讲知影，这对身体是无好的，上帝嘛无意爱。但是当咱每一遍咱要来改这个无好的习惯的时阵，咱即摆嘛有做着无好的习惯。即摆可能过去是啉酒、跋筊，即摆是啥？手机啊，关袂掉；韩剧关袂掉，逐工爱看3、4小时以上。这嘛是一款引诱咱软弱的罪。但是咱每一遍咱想要改的时阵，内心这款的善的力、甲恶的力量，就讲不要紧啦，这款的代志不要紧啦，继续落去。这款的声音，就是恶的声音，一直安那，互咱无落赢过这个罪。
但是面对罪，亲爱的姊妹，咱只有一条路，咱只有一条路会当行尔，咱无法度靠自己，咱只有倚靠耶稣基督救赎恩典。咱爱知影即个恩典，即个救赎恩典，即个主的拯救伫咱的内面，互咱知影讲，咱要靠着主的气力、信心的气力，咱好落赢过咱的即个内心的恶、即个软弱、即个环境，包括咱人的软弱所造成的即个罪，互咱的困境。下面，保罗伊讲伊面对着即个善恶时阵，伊面对着罪时阵，伊发出一个痛苦的即个呼声。伊知影讲，伊袂当互即个罪来捆绑、来控告，所以伊知影讲，困境来靠什么人？面对着困境，只有倚靠耶稣基督脱离即个罪。所以讲啊啦，保罗讲啊啦，我真苦。保罗体会到，虽然伊想要追求即个上帝、即个神好的气力，但是伊的身体时常有两种的力量，一种完全独立的力量，好甲歹。善甲恶的力量，一时啊来诱过到好的所在，另外一时阵啊诱过到歹的时阵，我相信咱大家拢会看过迄拔河。拔河上好看是什么诶状况？就是两队啊啦，伫遐来游来游去，最后一步安尼啊，最后一步，迄个红线，迄个裁判到底是要安怎比迄个声音的时阵，是上好看的时阵。咱面对着咱的软弱，是毋是有咱些伫遐游来游去？所以保罗讲啊啦，真苦，我真苦。保罗伊知影讲，伊的肉体甲伊的即个内面即个信心的气力，伫遐来游来游去。保罗讲，什么人会当救我脱离即个歹，会当脱离我即个死亡的身躯啊？伊讲一个最坦白的代志。我只有靠着基督的拯救，感谢上帝。伊讲感谢上帝，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有救我。这句话是保罗伫这个罗马书内面伊上重要的得胜的宣告。感谢上帝，通过主耶稣基督，伊有救我。这就是咱每一个人，咱真对上帝的囝儿。咱的信仰思想的中心，咱确信耶稣基督的气力伫咱内面，咱确信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顶面，这个头棒，这个耶稣基督为咱的罪所留落来，这个保卫，这款的这个牺牲，这款的救赎，咱帮助咱每一个人脱离这个罪恶的控制甲控告。咱相信，这就是咱的信仰，靠着耶稣基督气力。亲爱的姊妹，保罗靠着主的这个耶稣的拯救，伊脱离这个罪的控告，伊对这个罪、这个捆架内面行出来。咱看到保罗，伊向主来呼救，这是保罗得救唯一的愿望，也是咱每一个人得救的愿望，因为只有主耶稣会当救咱脱离这个肉体的败坏以及死亡，这个面对罪所带来死亡的命运，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，咱能当行过这个上帝要给咱的这个得胜的路。所以咱每一个人，咱一世人，咱拢需要倚靠主耶稣基督的拯救。以上，这段经文内面，咱知影讲，保罗讲出咱每一个人拢会面对着，咱每一个人拢会面对着这个困境，这款的捆架。咱时常无度咱的这罪内面的罪，咱控制袂掉，因为这个善恶伫遐相拍。但是有一个福音，就是咱知影，咱会靠着信心的气力，靠着耶稣基督救赎恩典，伫咱的内面，
互咱会当伫困境内面靠着主来得胜。下面，咱要知影，咱要如何面对着困境，咱要如何来突破咱的困境？第一，面对着困境，咱承认人是有限的啦。各位兄弟，咱承认人是有限的，咱拢是人，人的力量是用困难是有限制。靠着家己的困难，咱无法度活出基督徒的生活。特别是当咱勇敢伫别人面前来承认咱的软弱的痛苦的时阵，咱需要安那伫人的面前，伫上帝面前来承认咱的痛苦，互人知影咱内心的困苦。这款的动作是要互人知影讲，咱拢是罪人，拢会软弱。毋过呢，咱会当照着耶稣基督救赎恩典，咱的罪会当靠着这款的信任宣告，咱会当脱离。因为有当时咱的罪伫内心内面，咱无想要面对，无想要承认，直到这个罪愈来愈深深咱的软弱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当咱面对着内心的困境时阵，咱爱安那承认咱人得己的不足、有限，承认咱无法度依靠咱得己，这款的肉体会来胜过咱肉体的软弱。咱爱有一个非常强的这个意志，我愿意将这个主权交给上帝。这个时阵，面对着这个罪的困扰的时阵，其实咱的内心拢知影，但是你愿意交给上帝吗？你愿意呼求上帝吗？我相信只有上帝会当帮助咱尔。真正的人，靠着咱人的困难，咱无法度来赢过这个罪。所以，咱只有承认咱人是软弱的，是有限的，咱来靠着这款信心的困难，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互咱有这个智慧、有勇气，以及有能力，做一个正确的选择，来面对着咱人生的困境。过来啊啦，面对着困境啊啦。咱需要降服伫主的权柄内面，来面对着困境。当困境来的时阵呢，咱还是将咱家己的意志降服伫上帝的权柄的下面，然后顺服信心来引带咱突破困境。安尼，咱要如何靠到来降服呢？咱只有会当照着祈祷，咱只有祈祷尔，咱无法度做啥物。咱只有祈祷，读上帝的话，宣告上帝，借着圣经来宣告上帝的话。只有掠条主耶稣，咱才法度降服伫即个上帝互咱的祝福的下面，然后互信心来引带咱。所以，人需要真正的降服、顺服。降服毋是咱外表所看的哦，我做正降服，毋是真正的降服，是咱的内心内面完全的降服伫上帝的权柄的里面。咱时常拢想要做主，无想要将咱的主权交给上帝，无想要有信心来掌管咱的人生。所以，咱需要交托咱的主权，主耶稣，伊会当掌管咱的身体、咱的意志。因为这，咱看到啥物？这地图图影片，一个是崩坑对无？另外一个是啥啦？黑洞。这两个有啥物共同点？拢是黑的，吼。但是因两个上大的分别是，这个崩坑，你当行出来。你当看到光明，你看到暗茫，但是另外一边，这个黑洞，当咱人若搬入去这个黑洞内面，咱只有安那越陷越深，咱根本无困难。咱的人生
拢会面对着困难。但是咱若行这条，选择这条棒坎，有主耶稣基督牵咱的手行出来，会看到光明。但是你若是选择另外一个黑洞，咱会安那？愈搬愈深，愈搬愈深。亲爱的姊妹，这就是咱面对着困境，咱要如何做？咱要选择什么？是选择我靠耶稣基督稳定，行好伫上帝主权内面，存着信心的引带，行出咱性命这个崩坑，突破困境，看见光明吗？还是你要照另外一个这个黑洞？就是安那家己啊，靠家己，你不愿意互别人来帮忙，是愈栽愈会面，爬袂起来。你要照着你过去咱人这个人的智慧、人的情绪、人的这个经验吗？只有安那导航尔，无愿望啊！亲爱的姊妹，相信咱会当伫今仔日保罗互咱的智慧内面，咱来选择一个正确的选择，选择上帝的路。我靠伊，靠伊的权柄，我相信上帝会带领咱行出咱每一个人会拄到的这个目前的困境。最后，亲爱的姊妹，基督徒的人生绝对毋是一帆风顺，毋是当咱讲信主了以后，啥物代志都无啊。有，但是安那，咱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无论咱拄到什么款的困境，无论咱拄到什么款的挑战，咱拢知影，咱会当我靠什么人？我靠耶稣基督。咱嘛知影讲，伫咱内心内面有两种的势力，好甲歹，善甲恶的势力伫咱内面啊，伫遐相争。但是感谢上帝，这条路毋是咱一个人去面对，这条路有主耶稣基督的应允甲咱伫地。这条路上帝会赏赐咱有教业稳定，相信上帝的拯救，顺服信心的引带甲带领，咱就会当靠着主的气力，脱离这个罪，互咱的控制。咱会当突破咱生命的困境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感谢透过今仔日保罗所面对的困境，你互阮会当学习面对困境时阵，我们来承认人是有限的，我们来承认阮需要顺服伫主的权柄内面，靠着主的气力，靠着耶稣基督救赎恩典，帮助阮每一个。阮今仔听到这个上帝话语的兄弟姊妹，当阮面对着阮的困境的时阵，我相信上帝知影咱每一个人所面对的困境，互咱去咱早起时做一个决定，将咱的困境交予上帝，因为伫内面有光明的愿望，加在阮的帮助。我靠主，毋免惊，祈祷感谢，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请咱做伙来读两遍。来，感谢上帝是对咱的主耶稣基督。罗马书7章25节。感谢上帝是对咱的主耶稣基督。罗马书7章25节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第599首。请起立。无论伫什么时阵，无论伫什么时阵，毋通互咱扬起，也毋通悲伤失志。有
耶稣的听，有耶稣的听，就是有耶稣的听。无论你是咩时阵，无论你是咩境遇，中望将来福气，主的属性永永起，有耶稣的听，有耶稣的听，因为有耶稣的听。请坐。这个奉献，请小秀雅执事甲詹辉执事来负责奉献。请起立来念奉献诗378首。请坐，咱请看周报消息甲报告。第二点，今仔日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，特别派黄国通牧师前来讲道请安，多谢黄牧师，请兄弟关心甲奉献。第四点，小会定伫后礼拜9月25联合礼拜中间要召开临时会员互会，选举4位长老、7位执事，请大家踊跃出席。袂当出席者，一定要伫9月21拜3进前来请假。咱的关怀小组，你拢会当甲长老来请假。第6点。
后礼拜9月25是建堂的奉献主日，也请兄弟批判心来奉献。第7点，后礼拜临时互会的时阵，嘛要进行教会建堂的建筑师规划的会友评选办法。请大家也一定爱来参加，来评选。小等再请迄个张启林长老互做补充的报告。另外，市庆县牧师公的个别礼拜，昨已经完成。多谢大家的关心，而且代表遗族向咱所有的兄弟姊妹来致谢。咱有新的朋友，迄个谢彩薇。来，欢迎！我在场有迄个台大长青团契的契友，今仔来到咱上山教会这礼拜，咱是毋是请起立？我来甲你欢迎。有8位吼，请坐。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，请向中级来提出订正。周间的聚会甲后礼拜圣港侍奉者，请家己看。请敬礼长老来补充。也这平安，这张投影片大家毋知有印象无？就是伫6月26日。有甲大家报告，就是咱有咧有拟定2个办法，一个是建筑师评选办法，一个是建筑规划案评选办法。这这拢已经完成，但是对迄当阵开始，咱就开始招募加建筑师。下一页，咱伫这个第1阶段7月31日截止。即个建筑师的报名，咱拢总有12组的建筑师来报名，还是讲有接触？因为有的是较大部分是会友介绍的吼，总是伫即12组内面呢，阮联络了有3组伊就完聚，所以呢，另外就是讲有2组建筑师呢，阮认为伊袂歹，总是伊可能。啥物原因毋知，伊就无愿意接受，因为咱是用竞图的方式，就是爱来图啦，类似即个，看倒一间提的案较好，因敢若接受用委托，直接委托伊，所以即2组扣掉3组，扣掉2组，剩7组。另外，即个7组的内面，经过阮。建筑委员会初步的审查，有1组资格较无符合，较无符合，因为伊敢若捌做过即个长照中心的建筑，所以较无经验，所以剩6组，所以即6组咱就联络伊，爱提案，总是伫即个联络的过程，有2组就放弃，所以到尾剩4组。咱嘛足烦恼，敢袂讲规个拢放弃了安尼吼。总是感谢上帝，这4组就是伫顶礼拜5，就是9月16，阮有成立即个评选小组。评选小组呢，阮有5位委员，有3个是外部，就是廖建筑师、林建筑师甲徐教授。内部就是建堂委员会有指派郭宗煌长老甲我本身，5位来做即个建筑规划案评选项目占即个评分，所有的建堂委员拢有列席参加。对即四位的建筑师，经过足详细即个评分统计加权，咱有伫即个评选了后的建堂委员会。来决议有两位来入选，这2位的分数拢是超过80分。
另外第三位是70通分，第4位是60几分，所以迄个分数会当讲真悬殊、真清楚，就是前2名就是80几分的。下一页。所以咱拄则书会公务长都有报告，咱后礼拜咱较重要即个临时会员互会是选举中级，总是咱利用即个机会，希望兄弟较侪人来参加的时，咱的会员来做即个最后的评选，就是拄则讲的即个评选委员，即个评选的结果呢，是选2个，即2个的分数是占70%尔。后礼拜咱兄弟会员即个评分呢是占30%。即个另外就是讲，即个70%、30%加权了后，即个评分表，即后礼拜就会印互大家。咱线顶的兄弟，应该是讲会员然后，咱敢若限于会员，咱上南教的即个会员，嘛是会当用真侪无共款的方式，你来评分，阮会收集。总是即个评分，不管是现场还是线顶，上重要就是你爱写你的名。阮认定你是上南教的会员，才会当纳入即个评分的统计内面。即个评分的项目真简单，有七条，7个评分项目。从1到5给分，上好的比如讲实际作品，你感觉伊电视的实际作品足好的，你就互伊5分还是4分。若较歹就是1分，上歹就是1分。加权之后，第一个建筑师几分，第二个建筑师几分，再过来甲拄则讲的顶礼拜5即个70%即个评分来做加权整合。所以就意思就讲，后礼拜咱会员会出席，咱的评分是即个咱建成即个建筑师的评选。最终的一个确认下一页，呼吁9月25临时会员会，咱兄弟，特别是咱的会员，一定要来参加。这两组的建筑师是对12个建筑师选，到尾选4个，4个佫经过评选纯进2位。我甲大家透露一下。非常非常精彩，每一个建筑师10分钟，将因的精华来甲大家报告，咱来作为咱的上南教的会员的一部分1份子，咱来贡献咱的意见，所以请这个兄弟来参加以上。多谢训练长老的报告，即条咱进入今仔日敬拜的公道的时间，咱。请所有的兄弟姊妹，为着世界、台湾宣教师，佮为着建堂的事工，为着怀孕的姊妹、圣心节、佮惠芳节，为着确诊的兄弟姊妹，佮为着住院的机体、美容者，还有为着欠咱的机体、民主者、重考者、朝阳兄、15兄、来福者、慧玲姐、顺成兄。然后秋菊姐、邱玉姐、应轩姐、钟贵兄、秀文姐、梁许志金姐、태영兄、华琴姐、美霞姐、美兰姐、个如意姐、光之姐、基隆长老、秀姐、依丽姐、宋美姐、洪美姐、谢丁兄、明丽姐、谢明兄、阿菊姐。国元兄、东营兄、李真兄姐、佑正兄、甲李雀姐，请咱同心来出声祈祷。
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逐时逐刻用你的慈悲甲怜悯来养守阮。恳求主，互阮借着今仔日牧师搁一遍来提醒，互阮会当看赢伫阮心内的软弱，互阮逐日会当透过你的话，甲你有好的交陪。互阮即时要为着即个世界台湾的需要，特别做你所竞选的宣教师，伫世界真危险所在有缘来尽即个大的使命。阮会将阮建堂的时间恭敬交伫主的手中，特别伫后礼拜，阮的临时互会中间要有迄个中级的选举，还佫有即个建筑师遴选的评选，还佫为着阮做兄弟姊妹因身体欠安，还是心情软正的，阮拢恭敬交伫主的手中，恳求主互因的医疗甲休困，拢会当得到功效。愿祈祷奉告，救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吟诗圣诗390首，吟诗后请黄牧师来祝祷。这是咱做下领受上帝恩典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信心的相通，甲咱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